台北市艺术职业工会甲各路的相关产业工会，临时做伙开记者会，因认为讲今年健保费拿准起价，对基层的医护人员是看有食无，也讲到健保费内面有真侪成员拢一直连任，而且也拢无基层的劳工入去参与。调整健保医院券，血汗医护没解决。今日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甲侪医疗相关工会伫健保署头前开记者会，讲虽然今年开始健保费已经起价啊，不过对基层医护人员来讲是看会到煞食袂到。以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护理费为例，健保署讲半日要改善基层工作环境，想法是真好。不过这护理费并无明确规定要安怎开，结果钱根本无法度拨用伫基层人员身上。这些钱啊。健保署根本就没有明文规定要怎么花，它用于支出护理人员的一些薪资、大小夜加班费，或者是提升他的硬软体配备，根本就没有用于基层护理人员身上。这些钱只是帮医院省钱而已。工会认为，钱无法度直接拨付予基层人员，是因为负责决定健保费预算的健保会内底完全无基层的代表，而且是有真侪委员已经连任足久啊。粉红色的部分就是4届全部都一直在连任，那黄色的部分呢，也已经连任了3年以上，3届以上，也就是6年以上。亲身出面接受陈情的健保署长李必忠承认，亲像护理费这种钱无法度用伫基层人员身上，颠倒变成病院的收入，确实是一个盲点。这个要做修改啦，你只要不把它改过来的话，虽然你钱更多，只是钱都到了我们的医院里面去。针对健保会委员长期连任的问题，李必忠表示，今日工会把问题讲出来，负责健保会组成的卫福部就会听到，选委员的时阵，说明就会改变。若讲到后一届健保会，敢会使予基层有较侪参与机会？署长讲，这毋是伊负责的范围，但是一定会伫健保会传达这个诉求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